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华语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台湾国际人权法学者、前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台湾民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廖福特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与观众朋友们分享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台湾的民主发展，以及台湾民众对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西藏问题而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的了解等话题。欢迎廖先生来到不远千里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以及参加这次第8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代表大会。蒋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廖先生，首先想请教你的是，您是如何认识西藏以及西藏问题的呢？我个人一直没有机会到西藏，或者我们称成图博，那所以说大概就是只能从一些文字上、书本、影像等等来了解西藏。好，那不过我想要强调是说，它可能是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过去在我们小的时候，大概所能接受到西藏的讯息的话，可能是在比较传统。就是其实是在官方的媒体或文化底下所了解的西藏。那当然是强调就是说，西藏它的文化、它的宗教，可在政治上的话，就一直非常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在台湾其实也是这样子。那后来的阶段的话，当然就接触到更多。其实就是觉得说，在整个西藏的历史的过程里面，可能不是必然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它的文化、宗教自己本身的特质。对，了解。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您来参加本次的这个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那么您对于本届大会又有怎样的期待呢？我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觉得主要大概是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个人，那因为我个人一直在做人权法律的研究。那我大家都知道，在图博的话，在人权的这个整个伤害其实是非常长久的时间的，就不管只是在宗教自由或人身自由等等，或者现在我们讨论到更多的环境的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伤害。那当然就是我个人所关注的部分。当然因为另外一部分是我现在担任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了解。那所以说我们民主基金会它比较着重于民主跟人权的发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我们会关注就是在西藏或者图博它整个人权跟民主发展的情况。那因为这次的大会，当然就是因为所有的支持西藏的朋友们都一起来参加，所以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就来参与这个大会。那当然也希望这个大会能够聚集大家的精神、力量、意见，能够促成未来整个在西藏的发展，在国际上的支持能够更加的能够有力道，能够促使未来整个西藏的发展是更好的。我想请教你的是，您是如何看待近期香港爆发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以及后续的这些抗议活动？那么你认为，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局势下，中国统治下的少数群体，就是说香港的这种局势对于中国统治下的少数群体，比如说西藏、新疆，就是东土厥斯坦，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内蒙古等等的这些，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不满的这些对于中国的高压政策的不满，你觉得有什么影响或者是改变呢？我先把它做一些区别好了，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之下是在东土厥斯坦，然后西藏，以及我们所称的内蒙古或是南蒙古，或者是中国其他地方的话，它其实是直接受到中国政权的掌控。那香港跟澳门，它其实现在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来其实做某种统治的方式。那台湾的话是完全不受到中国政权的控制。那可是中国不断的在诉求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有3种不同的情况。那香港的反送中刚好就在中间的情况。你说在一国两制情况之下的话，香港的人民还是认为他受到压迫其实是越来越深的。也就是所谓的压迫，就是说本来
所享有的自由，在英国殖民地底下所享有的自由，其实是越来越压缩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管是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或等等各种自由，都是越来越压迫的。那同时相对而言，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民主。比如他香港人所诉求的民主，却没有得到。但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两面。第一个面向就是会其实是呈现出来，其实真的过去在东突厥斯坦、西藏或者是南蒙古所各种的压迫，它本来就存在，只是透过现在香港的情况而呈现出来的。对。那另外一面对台湾来说的话，在香港所发现的状况，其实在诉说的是说，即使中国对台湾提出所谓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的话，它也是有非常大的危险的。如果说一国两制在香港都没办法实践的好的话，那更何况是台湾，因为台湾现在就完全是一个独立主权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大概现在的所谓的反送中，它有这样的效应，也让我们更了解说中国政权对于整个民主跟自由的人权的压迫。好，就是接下来想请教您的是，您对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然后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为了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而提出的这个中间道路是怎么看待的？那么，台湾的政界人士和普通民众对这个中间道路的支持，或者是对藏中和谈的认识跟支持力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中间路线，或者是说其他的自治啊，或者是藏中和谈的话，它有一个前提，也就是现在中国政权就是它整个占领了西藏的领土。对，我相信这个是重要的前提。对，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必须在策略上有某一些的调整。那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才会有所谓的中间道路以及藏中和谈的这个诉求来那个产生。那我相信大概西藏人他最终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再回复到过去主权独立的状态。那这个中间路线只是一个政治上的策略，或者是它一个中间过渡的情况，这个我相信我们可以理解。那也应该尊重西藏人的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和平的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某种独立自主的地位。那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说，这跟台湾不太一样。我刚才说那个前提是，台湾现在完全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所以说才会形成台湾跟西藏不同的策略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我们台湾是完全在自我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要诉求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权的地位，而不是说我要诉求是说有什么自治的区域啊，或者是其他的方案。我想这个是有它的不同，但我相信在台湾的朋友也应该可以理解。有西藏的朋友为什么要讨论说这个中间的路线，这个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谢。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今天早上呢，廖老师和这个参加本届大会的这些与会人员呢，刚刚觐见完达赖喇嘛尊者。那么廖老师，你对这个觐见达赖喇嘛之后的有什么感想呢？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觐见尊者达赖喇嘛。那我个人的就是能够亲身很接近的看到达赖喇嘛，也跟达赖喇嘛握手。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他其实是一个长者。就因为当然我个人并不是在西藏这样的宗教的信仰，所以或许我不会从宗教上的概念是去推崇他。可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长者。那今天也非常荣幸的看到尊者身体健康相当不错。那我更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有智慧的哲学家。这个部分的话，是我觉得对我的感触是比较深的。也就是说，或许我大概不像是从宗教的观点去感受我跟尊者的见面，那我感觉他的整个智慧跟哲学，反而是比较吸引我的部分。还有加上一个，他非常的风趣，
对，在讲话的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轻松自然，而且是幽默的。那我想这个就他并不像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而是能够用很亲切的语言、很幽默的方式，然后去阐述很有智慧的那个思考。对，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对。然后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廖先生是否需要补充上述的这些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讯息希望通过本台向藏汉的观众传达的呢？我还是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就是说，通常汉人并不是很了解藏人的文化、宗教以他的各种的特别的性质。那我是想说，我们尽可能的了解藏人。但我也想特别跟我们西藏的朋友说，就是说，在一个民族被压迫、被占领、被压迫的时候，有时候心情会觉得孤单或者寂寞，甚至是悲伤。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说，其实，在国际上，全世界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支持西藏。就好像台湾过去我们走过几十年来的威权统治，也是因为国际上非常多的朋友来支持台湾，让我们走过过去那段比较黑暗的日子。那所以说我最想说是说，请西藏的朋友不要觉得寂寞孤单。事实上，国际上很多朋友来支持西藏，或许现在还没有看到未来的曙光，还没有真正的希望还没有到来。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抱持希望，有非常多朋友在支持，我们未来一定能够看到西藏有更好的文化发展，他自己的主权地位。谢谢。再次感谢廖福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期的华语访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